各位，今日啦好開心啦，我哋嚟到呢一個葵涌公園啦，咁啊同大家直擊下呢一個最新嘅康文署公園啊嘅一個嘅設計同埋發展。咁我而家準備咧就同大家去探究下呢度究竟有啲咩特別嘢啦。嗱，即實不相瞞咧，葵芳站行到嚟呢一度咧，都已經15分鐘有多嘅。咁啊，入到嚟公園範圍咧，你唔好入到公園範圍即刻可以去公園嗰個嘅而家開放嗰個嘅地步喎，嗰個地方喎，第一期喎，我仲要行一條好遠嘅路咧，先至去到呢一個葵涌公園嘅第一期啦。我唔知整個公園嗰個嘅設計係咪真係會令到好吸引啊？我覺得值得啦。嗱，暫時行一直咁耐咧，都係一啲直路啊、山路啊，行上行落啊，暫時我都幾喘氣。咁睇下陣情況點啦嚇。咁啊，呢個公園嘅開放時間就係朝早7點至晚上10點鐘。咁啊，如果大家中意咧睇呢一個嘅地鐵啊、東涌線啊、機鐵咧，就可以喺個位置度咧捕捉呢個最靚嘅畫面啦嚇。咁但係當然我就唔會特登喺屋企度等嗰啲地鐵行啦，係咪 ？OK。咁但係唔知同學或者其他朋友會唔會中意喺度睇啲地鐵，中意睇港鐵咁啊，捕捉最靚畫面。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其中一個打卡位嚟嘅，我相信。哇！大佬真係行咗好耐，終於到呢一個公園嘅入口。咁啊，入到嚟公園範圍都仲係一條路喎嚇。咁啊，暫時都未見到咧有啲咩設施。咁啊，希望一陣咧唔好令我失望啦，大佬。山長水遠嚟到 ，OK， 不過多樹木嘅，好多樹木。哇！終於嚟到公園入邊內部範圍啦嚇，都幾多人啊！咁同埋帶好多狗狗啊，即係狗狗啊，寵物嚟啊。點解？因為用一個寵物公園嚟嘅，咁所以咧都幾多人嚟玩，帶埋寵物嚟玩等等。咁啊，非常之靚嘅一個地方，暫時覺得係啦，即係聽到狗聲啊、吠啊。OK， 咁啊，睇下值唔值得嚟呢個地方啦。如果你係一個嘅養寵物嘅一個嘅主人。咁啊，都係值得嚟一個玩嘅個人野餐喎，真係主要嚟講都係嚟野餐啊，帶啲寵物嚟玩啊，咁樣咯，都幾寫意啊！咁呢個咩嚟嘅咧？呢座其實係廁所嚟嘅，都幾靚啦。咁啊，睇下咩睇先。嗱，見唔見到啊？有港鐵啦、東涌線列車經過啊！如果真係咧啲中意咧係影一啲鐵路迷咧，可能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啦。除咗頭先嗰個位置之外咧，呢度影咗呢個即係青衣啊、葵涌附近啊，一陣可能我行過啲位好似好靚咁，有啲觀景台喎。咁而家已經去緊度啦，同埋好重要就係話咧，觀景台上面有一個咧上滑梯嘅，嗱，即係玩下先。呢個位置咧就睇一個嘅鐵路都係好嘅。我坐下咧，事關而家坐一個咧千秋啊，搖緊嘅千秋，咁啊幾好坐嘅，都得，有機會嚟坐下都得。OK。我走啦。咁啊，嚟到葵涌公園嘅感覺就係好老實講，一個寵物公園，一個普通嘅公園啦。咁就係咯，寵物部分公園。咁但係你講話咪確實嚟講，有好多娛樂設施就真係冇乜嘅。咁啊，但係如果你隔離講嚟 hea 下，而你又揸車嘅話，就好啲啦。因為事關咧，我由荃灣，應該由葵芳站行過嚟咧。我估我自己行20分鐘，加埋揾路。咁而家離開，我相信要行多20分鐘。咁啊，除非你真係嗰句啦，養咗啲寵物啦，嚟放下狗啊咁樣都值得嚟嘅。否則咧，如果我呢啲咧，咁就其實同樓下公園咧都接近嘅。咁啊，可能去翻咧附近公園行咧嘅感覺都差唔多。咁啊，因為我又唔好覺得有咩特別嘅設施啊。咁啊。不過都建議大家值得嚟嘅，嚟下都好嘅。人一世物一世嚟一次係咪 ？OK， 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有機會再同大家探索香港。